哎呦，唔免安尼啦，唔免安尼啦。咱做人吼，会当来安尼世间安尼行一转，这算讲有缘分啦，吼。啊，无定搁免偌久哦，目睭一个客哦，那一个去哦，逐项一切拢嘛是空的，对唔？吼，有施主啊，看会当参详一下无啊？体谅一下咱张先吼，啊，互伊安尼带张家继续搁带落去。等你只狗若是走去，你这个话术较掂去，你是讲什么笑话啊？假使迄只狗若唔死唔走，啊，来我的钱就要想要讨。哎呦，啊，等你就遐好去啊！你嘛赔偿一下过去，啊，你过去都也毋是咧。哦，唔对，过去啊，就是张久啊。做人啊，不是看人无起，甲人批评侮辱，我就是忍不过一口气啦。哎，这哦，你讲起来吼，拢是风水轮流转啊！啊，你甲看嘛，你即摆变个遮尔好去啊！啊，张家的子孙啊变遮善只啊！哼，迄应该，迄叫做报应。报应是无唔对啦，是讲你唔知捌想过啊，唔捌呢吼。迄个你会对前较早安尼来变做即摆，啊，你唔知会搁对即摆安尼搁变做较早安尼无啊？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讲吼，若会当饶下人的所在，尽量饶下人啦。无定吼，搁过一阵啊，你会变作善者，啊，人也会变作好人嘛，无定对。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啊！你无看张生，即摆三更啊啥鬼啊？伊哪有可能翻身？那这个答案吼，爱问你，你上清楚。借问的你是安怎好去啊？你是安怎翻身呢？无定人张先以后会甲你同款啊？我甲你讲，我的代志免你管。假使你若无啥物代志，我无时间甲你再水讲，请。有施主啊，我是讲吼，看你的人吼，本性都袂歹。我这转来是挑工要来甲你考卷，考卷你吼做人就要转啦。伊欠我钱，应该还钱。我甲讨钱是应该，哪会讲我转？好啦好啦，张先，你是欠人偌济啦？无偌济啦，1200两利益啦。啥话啊？1200两？张先啊，你若爸是安怎欠的啦？哪会欠人遐多啦？我嘛唔知影。好啊啦，免啰嗦啦。假使啊，你若无希望伊搬走，会用的。第一样，你是一个回收出家人，我甲你拍折，1000两就好。只要你若法度摕1000两，我马上啊放去张府。若无啊，3天内啊，伊就要马上搬厝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多谢哦，多谢你搁甲我拍折咯，哈，多谢啦，哈。哎呀，你无甲想看啊，我这算讲吼出家人啦，啊，我都四代皆空咧，哈，我身躯连3仙钱都无啊，要哪遐济啦？无，看你有无啦？看你有无啦？师傅啊，我著比你较瘦，身躯连一仙嘛无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恁两个要搁怎么啰嗦啊？我甲你讲哦，3天了，若无法度还钱啊，我就马上去衙门告伊。嘛安尼啦，代志莫变甲遐严重啦，啊，都往参详的就好，你干啊？好啦好啦好啦，我还要甲你讲啥？我问你，小陈哥咧，即摆人安怎？哎呦，哦，你可会关心别人哦？安尼算起来你还阁有人性，心肝袂歹，心肝袂歹。还是讲你是安怎甲煽动的哈？你甲煽动，甲迄小青哦，变甲敢若变出另外一个人咧？哼，好笑！我甲小陈哥咧是初次见面，而且我甲伊讲话，甲会投机利益啊。伊是一个讲义气的人，伊讲要听我杀死伊只小狗，那会讲我甲煽动？佮再讲，恁遮人心歹有够啊！竟然用禅杖将伊小陈哥咧拍受伤。我问你，小陈哥咧即摆人安怎？伊即马阁魂袂不醒啊！啥？昏迷不醒？那咧？你要赶紧叫大夫来医治啊！免烦恼，免烦恼。哎呦，看你紧张啊咧，免紧张啦，木莲弟啊咧甲照顾你的啦。张先，我甲你讲，你欠我的钱还袂还。即摆啊，恐惊啊发生来，到时阵你会食高死。我看啊，到时啊，你要安尼应付。啊，这小青，你先摕咧歇困一下，来。无咧遐，你莫安尼啦，无咧遐，你莫安尼甲我叫啦。你人有感觉较好无？我，哎呦，人
拢头壳佫足戆的。你拄则食药啊，尔，小歇困一下，念伊就会感觉较快活。嘛是佫足戆的啊，无咧兄。哎呀！你莫有紧啊，线条贴出去。小青，紧嘞！小青，你哪会遐行去山中呢？那是虎门之宝呢。你跟我讲，前一天你山中甲我拍者，我3分7秒差点就飞走去，你知影？我知拢是我唔好啦，我唔知影我哪会遐尔着急。其实，我最希望着伤是我，唔是你。无咧兄，无咧兄，你莫安尼啦，你是安怎啦？对这对人遐尼好，哪有个对人安尼？拄则迄无共啊，我是咧甲你饲药啊。那呢？你即阵搁甲我饲药啊嘛？我嘛要食药紧的啦，你搁甲我饲药啊啦？你莫安尼甲我救啦，我已经出家修行啊。出家修行？哎，你莫搁讲这吼。无咧兄，咱是自细汉同齐大汉的。细汉的时阵，你对我讲的话，感觉你拢袂记的啊。你毋通叫是你当已经出家正菜，对我的代志，就应拢准煞。我就是为着要将以前的代志拢甲放我袂记哩，我才会出家啊。你敢有法度将我的代志拢放袂记的？无咧兄，即阵恁婆家甲阮老家，即阵你甲我2个人尔。本来若我叫是你会当照顾我一世人，哪会知影你竟然放我四处流浪？我哪会这歹命？哎，你这真细啊！嘿，今仔日是本少爷心情好咧，无要插伊咧，要不就甲你抬来喷烧酒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莫大遐大声啦，啊！你是讲你大声就较赢，伊若莫甲你教就袂歹啊啦，哈！佮大那唱秋啦，我看你闪较边啊，较无代志。无咧兄，你莫搁再离开人啊嘛！小青，你莫黑白。哎呦，啊，足痛的！小青，你有安怎无？你有安怎无？哇，足痛的！哎，无咧兄，你无法度走啊哈！无咧兄，人阮的心早就是你的啊，连我的人嘛是你的呢。你紧将我放开！无咧兄，你莫安尼！无咧兄，你紧将我放开！你莫安尼！你将我放开！你莫安尼！你咧创啥？我的主强主力嘛，做人理。你莫安尼！你咧创啥？小青，你有安怎无？小青，小青，小青，好咧，开气。小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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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安怎无？你2个心我有办法。既然从小青拍成干呢，我先快点看大夫，等下到全算数。杨施主，你误会啊！什么误会？2个和尚甲1个查某做伙，我早就怀疑啊，绝对有问题的啦。哼，我来讲啊，你来保证伊无代志哦，要若无我顶问伊问过。小青，哎，木莲啊，你袂用去啊！师傅，你莫甲我斗！小青，哎，木莲啊！天地灵公，照应三代。今日转空，金时空。
死啥？哎，小青，你怎啊找找着吼？你哪来遮嘞？刚讲已经到这个所在，你讲唔帮我煞？不是，小青，你莫误会，我会来是想要带你离开遮。离开遮？我唔对，你根本就不应该来遮，这拢是我害你的，所以我一定要带你离开。我带你去魔界，求师傅帮助你还阳。任启大，刚讲我话你害我这地步，也无高兴。不过我若我想要看到你，你最好马上离开遮。小青，我知你情愿我，但是我今麦所做一切，拢是为着要弥补我对你的亏欠。你敢知？我是随意关到因为法术来阴间找你，已经犯到魔界最大的戒律。迄是你的代志，我希望魔界永远甲你关起，人我来永远袂搁再看到你。哎，小青，小青，你莫来冲动，你听我解释。我袂听，我袂听。哎，小青，小青，全部放开，你全部放开，无我先冲你桥。嘿。好厉害！我一个人领着，绝对无可能。这摆小青已经往死去，这是要安怎？对，我应该去找苏梅，叫苏梅助我一臂之力。对，我就来找伊。陈施主，小青伊即摆人安怎？伊即摆人已经无代志，伊想要记，真是嘞。小大姐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问你，你甲伊是啥物关系？为什么会对你这么好？阮两个从细汉斗阵到大汉，若有代志，阮拢会互相关心啊。你也知影，你是一个出家人，你是袂甲查某斗阵。我看你不但无甲伊斗阵，而且佫对伊有意思啊！你是咧黑白讲啥物？你免歹势，我刚才看你的表情就知影。我介意，迄是以前的代志啊。也毋过即摆我，即摆安怎？你即摆有咧介意是毋是？你讲啊，讲啊！即摆我已经出家啊。真好。你知影你是出家人，我希望小小的代志以后你莫管。也毋过，我有一件代志需要你帮斗相。是啥物代志啊？真简单，只要你有法度说服小青叫我，我会去做，叫我把迄个送。袂用的，我袂用答应你的。你是毋是你食错？你无希望任何查甫人伫伊身躯边对毋对？我问你，你安尼敢是出家人？出家人是爱守本分的，出家人是出家人呢，你知影无？你莫讲啊！出家人我不会听，我不会听。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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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哼！哎，请问啊，这位人去看，你是要带电还是要食饭啊？拢毋是，我是要来救人，救人？救什么人？救你介意的迄个人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想免管我是啥物人？你带回来迄位姑娘，虽然伊即摆的病情有较好一丝啊，但是伊困的迄个眠床拄好在病符迄个位置，若是3工以内无甲伊刷位，
就必死无疑。真是啊！这摆安怎样啊？只要我入来替伊做饭，替伊驱车，一切就无代志啊。哦，来了，队长，请。就要继续将作文单送来，你这条命感觉佫保会掉先？这点我是真感谢你啦，也毋过我心内真明白，你绝对无可能专工送作文单给我。敢若我的代志，拢无都摸过你这双目睭。无毋对，我今日来是有事相求。朱兄，你应该袂叫我甲你同齐去约迄个小青啦，吼？小新即摆已经入去王死城，以我一个人的力量，恐惊我都将王死城城门拍开。哦，原来你专工来叫我甲你同齐用阴阳大法来拍开王死城的门哦。无毋对，这就是我今日来的目的。我实在真想袂到，当某家大地主命题代，竟然会为着一个小小的女子变甲遐尼痴情。师兄，你应该爱知影，师傅若是知影了后，伊会安怎处罚你咧？这你毋免操心，我早就讲过。你即阵敢有生阮某家的大师兄？像你即款的行为，你一点仔都无像我的大师兄。哼！爱情的力量敢遐尼啊伟大心，有法度甲一个无血无目屎的男子汉变甲遐尼多情。我承认，我承认我变了。迄是因为以前我毋知要安怎去爱一个人，啊，因为安尼，将来就无人会来爱我。你错了，像你即阵遐尼啊爱小青，也毋过人小青伊根本就无爱你。迄是因为我爱伊爱了无彻底啊。师兄，我毋知应该欣赏你，还是应该骂你。像你即款的做法，根本就无资格。好啊！你免搁加讲这个，你到底是要答应毋答应？我当然嘛应答应你，也毋过，以咱两个之力，根本就无可能拍开王死城的门。你的意思是？假使若是有法度借无人的善良，才有可能甲王死城的门拍开。无同了，你莫搁再离开人啊！小青，你莫黑白。哎呦，无同了，让我的心早就是你的啊！
生活上的伤害，明明你是我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今日分东西，问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